爸爸，面中爱马仕哪样吃过？从来没吃过啊。那今在大内场上呢，苏州有名的吉特黄鱼面。小唐来讲，苏州面大师陈美章，中国烹饪大师，一这样的一个证书。还有吃好，那个好大个。没了。老板讲用个好，才有3两半一张。我来做一只，当心别不夹。不会。哇！老板，你到现在好一年天阿姨毛脱几花？那一担鱼嘛7、80斤，生鲜肉嘛8、8斤，那出好份个辰光蛮长。 4、5个钟头吧。一定阿条了拿的，拿个是阿条。来着，4只占宝舰队，啥个叫特黄鱼呢？随是纯正好黄、好干、好鱼，不好肉。爸爸尝尝看一个特黄鱼面啊，内碗是纯的，我一个是一个是黄呀，对，我一个是花仁的。一个是肯定海吃的。因为我晓得你欢喜吃面。好，我吃起来牙齿不灵，不爱吃的。说是吃拌面，那个好黄拌面蛮好的。面蛮阿西特，没困难。那个就是这个好黄嘛，太吃的。特黄鱼花仁，全部光盘，在一年吃个一道，少吃一记，尝鲜。在难得吃。但像你一点年纪嘛，是身体也紧，肯定。天天吃肯定3干碗。现在有血压有点不大正常。身体一般的。你屋里像个顶梁鱼。老板啊，搿个2个是啥个物事？那个是纯好黄的米啊，那个是粉丝停了海的，下半日菜还子高的，拿吃炸进去。看。哦，里向2只饼。告诉我今朝个特黄鱼面味道呢哈？另个纯正好黄，第一道吃的。